我今天的体验，大家都会来把狗狗送来，不是安亲班，专业的宠物美容院。来，你已经准备好了哈？准备好了。好啦，因为大家通常把狗狗送来这个地方，其实心里会非常不安心。就想说啊，这2个小时离开我这2个小时，他们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？我在家里坐立难安。我们今天透明化这个过程，我们一步一步带你看你的狗狗怎样从现在就像我们头发烫烫，然后到现在你来接它的时候很完美。第一步是，第一步的话，我们要先安抚狗狗的情绪。对，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下，狗狗有可能会因为很焦虑啊，然后去洗澡会不配合。对，那我们就是先安定它的情绪，确定说它可以洗澡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来先做第一个步骤，就是点药水。这一步其实很重要，因为有些的那叫什么洗澡液会不小心让狗狗的眼睛很红肿。对，有些狗狗它洗好澡之后回到家，然后饲主就会发现说，为什么狗狗已经破了一个洞，破洞？对，破洞，那是眼角溃疡，但是有可能说就是你洗澡前的话，美容师没有先帮他点眼药水，就是做一个保护的作用。对，让眼睛保持湿润，然后就会造成说它的角膜受伤。就等于太刺激，等于灼伤的概念。对，可以这样说。所以这个东西，大家其实在家里也可以，比如说要帮狗狗洗澡的时候，因为你毕竟你不知道你买的那个洗澡液是好还是不好，所以你可以先做一个眼药水，帮狗狗眼睛做保护。对，洗澡前，宝弟来，宝弟，那是明星他会去找借口。对，来。我们先帮狗狗的下巴稍微抬高一下，然后一只手帮它眼睛稍微，所以就是一个这样子，对，有点这样子搬过来，毛把它整个梳开的动作。对，不要太大力，有开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眼药水，一只手这样子，小拇指把这个下眼睑的地方就稍微摆高。有隐形眼镜其实也可以顺便帮它戴上，可以，放大片。对，然后再换另外一只眼睛，这只手。大家真的是今天有看这个，真的是学到很多。对，帮他点一下，然后点完那个洗眼水之后，我们帮他屁股按一下。我们帮他做一个清洁那个肛门腺的动作。这个东西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一进来我就很想问，因为呢，你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啊，或者你在任何网络爬文，你大部分看到大概9成9都是猫的。猫的肛门腺清理，很多人示范。狗的到底要怎么清呢？狗狗的话，其实你只要这只尾巴帮它稍微拉直就好了，然后脚脚不要离地嘛。对，不要离地，宝弟。不要来。如果说自己饲主在家里面不方便啊，或者是觉得说狗狗比较难控的话，来你就这样子。找家人进来。不用，你知道这一只手，你的左手绕过它的下腹。帮他稍微拖一下肚子，他就不会走来走去的。然后另外一只手把尾巴拉一下，这很像小婴儿，比如说就是洗屁屁也是这样抱着，然后类似。对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肛门腺它的构造哈。大家仔细看哦，因为网络上真的我们可能独家公开哦。就是肛门口它的4点跟8点钟方向大约4点钟跟8点钟的方向。会放烟火吗？对，然后它是呈现一个梨状型的肛门腺，那个三角形这样子。那你怎么挤？尾巴稍微拉直一下，然后狗狗肚子扶好，这样子，手的食指跟比一个7，对7，然后在它的4点跟8点钟方向。稍微用力一下，有压到，喷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喷白白的，你稍微挤一下。那如果说有些狗狗啊，它比较紧张的话，你就要跟它讲，说来，宝贝，放，你大概要抓一个 tempo，
大概是1秒钟、2秒钟这样子的 tempo。所以久了，它之后下一次亲就会比较习惯了，因为它听到这个东西，它要配合这个动作，它就知道，不会被受到伤害，其实是帮它好，为它好。对，那你在挤的过程中，你感觉到说，它没有说鼓鼓的，你就可以放开了，不要硬挤，硬挤会造成受伤。对，它可能就会变成说肛门口的话会红肿破皮。那平常狗狗在地上拖行，要骑摩托车那种，就是没有肛门腺不干净。你可能是肛门腺不干净，或者是它屁股的话有就是挤太干净受伤。所以过于不急都不行。对，或者是有一种可能性啊，就是它是习惯性磨屁股。对，这3种可能都有的。好，那所以第一步就是安抚它的情绪，点眼药水；第2步就是挤肛门腺，之后就可以开始来洗澡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打湿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先打湿，做一个打湿动作。那狗狗洗澡的水温大概是要？狗狗洗澡的水温大概我们这边的话是落在34度。34度就是手摸起来有点冷冷，温温冷冷的，对，不用因为说天气特别冷，然后你就把那个水温开得很高，这样其实它对它的皮脂也不好。对，我又错了，对不起，它没有脸。就跟洗脸一样啊，你不能够用太烫的水。所以其实这个概念非常清楚，你洗脸的水温你就用来洗狗狗就对了。差不多。因为洗脸也不能把油脂洗得太多。对，你反而会有点烫伤，因为狗狗的肌肤啊，它的皮肤层跟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先帮它打湿。好，来。其实这时候狗狗的胖瘦就知道狗狗是不是虚胖。它其实刚刚好。所以先打湿之后，就是等于4只先打湿。对，如果说比较紧张的狗狗的话，你可以让它先4只打湿，然后莲蓬头可以贴着它的身体，因为一来的话声音比较小，二来的话它的那个水压也比较弱。怎么有点变成羊驼？瞬间对，没有毛了。它很舒服它蛮享受的哦。那我们现在先把它，所以等于垂耳狗的是要往后冲的，这样子的话，它的水才不会跑到耳朵里面。对，你耳朵稍微帮它盖一下，先不要翻耳朵冲，先翻耳朵冲的话，它的水就会流进去。狗狗洗澡过程会爽。来，那我们帮它，我先打个泡泡。它也有沐浴球先用深层的洗剂。狗狗洗剂，先帮狗狗把身上的油脂大致上冲掉。所以它跟我们去那种美容院啊、发廊洗头是一样的，就是要洗2次咯。对，先把你上面那一层油垢先处理掉，然后第2层才是洗到它肌肤。对，第2层你的基底才打得下去。我又错了，天哪！那有些饲主的话，他可能在家里面的设备比较不够啦，所以他就会一罐洗剂用到底啊，那也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，但是你就洗2次，对，洗2次就可以了。就跟很重要的事情要讲3遍，但这里也很重要的皮肤要洗2次，对，2次。那我们就是泡泡搓够了之后，直接抹上它的身体，把耳朵盖起来。其实有沐浴球也比较省，那叫什么？洗剂的用量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差。因为我每次洗剂怎么搓都没有那么多泡泡，好浪费哦。对啦，因为而且重点是洗剂在沐浴球的作用下，它反而比较均匀。对，没错。就跟你像在打那个奶油泡泡一样的意思啊，比较均匀。来，转回去好。一样是这一只手，你的左手可以托住狗狗的腹部。其实托住它腹部也有点固定的作用，也让它比较安心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其实洗眼睛的时候是要用大拇指这样子把它搬，用推的。对，你就搬。那有眼屎也是这时候把它推开。有眼屎的话，如果饲主自己有那一个家里面有那个早梳，我们称之为早梳，就是它的毛的话，它这个柄比较细，你就可以帮它刮一下，把那个脏污稍微把它推
掉，不用太大力。然后这时候有泡泡的滋润，它也比较不会痛。对。这个我一直都不知道，因为这有时候会跟那个剪刀一起卖。我都不知道那个要干嘛用，我今天知道了。要家里面还是要自备一下，如果说有养狗狗的话，还是要。因为我这有钢梳，但是没有那么。钢梳它的齿太宽了，所以根本没有到。对，梳不到。因为之前有人跟我讲说用不要的牙刷软毛的，可以，也可以，可以也可以。因为狗狗的，我之前听说狗狗的眼屎，其实你洗的时候你不清掉，你吹干还是在那里。对，更难清。就等于它像粘土一样。对。经过再次烘干之后，它就会变成化石。对，而且它会更伤它的眼角这一边，所以洗澡的时候一定要顺便把那一些脏垢处理掉。因为有些狗狗啊，它真的是鼻泪管啊很阻塞，然后它就整天一直流眼泪，眼睛水汪汪的。对，这就叫它带去看兽医了，因为它一整天都在流眼泪啊，那跟眼屎是没关系啦，只是说它也伤肌肤啦。所以大家今天有学到，如果你想要看兽医的单元，拜托多帮我们宣传一下，我们以后也会做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一边也是要。所以也是都是头的部分都是善用2只大拇指用推的，而不要这样子抓，让它也很刺激。对，它也会不舒服，因为毛发会纠结，容易打结。哦，你现在抓的很爽，等一下你吹这个梳毛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概念？首先，你都要注意你的那一个莲蓬头，它的水压到底强不强。如果说真的很强的话，打在脸上也是蛮痛的。毕竟我们也不会这样冲脸。对啊，自己都不会这样冲的。如果说真的狗狗很紧张的话，你就用你的手掌包一下莲蓬头的正面，把它的水压减缓。对，你会发现说它的水流变得很弱，很弱哈。然后你就是帮它弄弱之后，然后狗狗先抬头，莲蓬头一样贴着它的头部滑。然后要去注意狗狗它的反应。如果说真的很挣扎的时候，那压一下之后，然后再冲，狗狗就会比较稳定。你要冲哪边你就压哪边的耳朵，然后我们换边，这边耳朵帮它压一下，一样就照样同样的方式。对，然后再好了之后，然后就到嘴巴的部分。对，好了之后来，你可以把你的手稍微扣一下它的嘴巴往上抬，对，往上抬哈，扣住它的嘴巴，一来是让它稳定，不会说头乱动，对，扣住它的嘴巴，然后注意鼻子不要跑进水。所以我每次帮我家狗洗澡，它这样是进水的意思。对，它已经吃到水了。原来。然后就这样子。不是生气，不是。冲完一面之后，然后慢慢的带就好了，不用急着说一次把它冲完。因为有些狗狗它真的很紧张，然后饲主又急躁，然后直接这样子一直对它冲，那狗狗其实它会越来越讨厌洗澡。对，它会更讨厌洗澡，它会非常的怕。帮它带一下，然后手稍微摸一下，大拇指摸一下，有没有滑滑的，来确定说它到底有没有洗干净。所以咕叽咕叽的时候，就是已经冲干净了，跟人一样。对，一样方式再洗一次。等一下，你就可以去拍洗发精广告了。他累了。他又想睡了。他是会剪毛剪到睡着了。所以一样，我们其实就是打泡泡的时候，也是把它全身都抹均匀，再开始搓。对。那第一道的话，刚刚洗的那一道，一定要先把它冲干净。也是把外面比较大的灰尘啊、杂质，比如说常常去草地玩一些杂草那些冲掉。太舒服了，要睡着了。很多人就用之后就丢旁边去了，然后就会一直交叉感染。我就想说，这东西怎么还一直没有好？这个病一直没有好，对，因为你一直感染自己啊。对，太期待了。对，牙膏它有分很多种，对，就看饲主自己选哪一种。那其实重点还是在于说，每天刷牙才是有用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平常的用。
哦它是含否的，不行。哦，对，那狗狗儿童可能会中牙膏也不行。对，宠物就是宠物的，要分开。然后看你自己买哪一种牙膏，就是每天刷。然后那也是宠物专用牙刷。对，这是宠物专用的牙刷。然后宠物专用的牙膏，阿姨用，来好，等我一下，就帮它挤一个大概黄豆的大小。红豆，好，对。狗狗怎么刷牙？先确保自家的狗狗是不会攻击自己的哦。如果说它会攻击你的话，你也不要说勉强自己硬去帮它刷，你会被咬伤的。怎么刷？帮它掰开它的唇齿这边哈，唇，帮它掰开。好，先刷前面的，后半段的话，再帮它把牙齿稍微张大一点，就可以看到它的里面牙齿。先刷完外面哈。所以其实还是要用专业的工具，因为我之前有听说用什么，用那个那叫什么指套吗？可以，那个也可以。那个的话速度更快，比较方便，而且你比较有触感。可是也是一定要沾牙膏啦。对，要。那狗狗会挣扎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稍微扣一下它的嘴巴。所以就跟刚刚洗鼻子那一个部分的动作是一样的。对，动作不要过大，你过大的话，它下次就知道了，它就会怕了。大部分的人是真的没有帮狗狗刷牙的，因为觉得麻烦，狗会咬啊。对啊，可能说手伸进去啊，它只是含个动作，含着你动作，你就会以为说也没有用狗狗会咬人。对，然后就不刷了，而且加上说现在人又忙碌，你真的会花时间去帮狗狗刷牙的也不多啊。那现在刷完牙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对，我们来去泡 SPA。